下，咱请苏琴。圣诗540首。太熟，要不要再唱一次？好，咱来搁唱一届，做这叫咱人，咱第1节到第3节，3节拢来唱，好。煞接来看圣诗132首，耶稣听我知命。耶稣听我知命，因为记载圣经，咱请思考。咱同款来唱第1节甲第3节。圣诗365首，耶稣身躯替咱钉死。这条是咱圣礼典的时阵爱来唱的，咱来唱第1节甲第3节，咱请苏琴。
即时来准备心，安静心准备礼拜，抬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伫即个日子，阮阁聚集伫遮，要听你的话，要听你的教示。恳求你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阮，互恁用，互你的油抹伫今仔日牧师的喙，互阮拢得到利益。我们自会进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请走家。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住伫你殿的人真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伊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即时咱做伙来吟诗学老上主，信诗132首，耶稣听我知名，请起你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同心来祈祷，阿爸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门徒。主啊，
你上述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满满的恩赐。今仔日是亲人主日，阮恳求你只是甲阮同在，互阮每一位亲人拢存有伟大的心，做伙起来服侍，直到见你面的迄一天。甲以下时间求主掌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K 英文，只是咱来读 K 英文，咱请恩慈姊妹。K 英文第35篇，箴言第4章，我来客，大家来读。我的囝儿啊，着听老爸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我嘛捌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着追求智慧，追求聪明，毋通袂记哩，毋通弃杀智慧，伊会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智慧会用花冠抵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指示，毋通放松。咱可以到这。圣经。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咱请可选姊妹。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我是保罗，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来传上帝所应允，因为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话名，我写批互我所听的囝提摩太，愿被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赐你稳定、灵敏、甲平安。我感谢我甲列祖同款，用深刻的良心敬拜的上帝。我每日祈祷的时，少量你无煞。我想到离别的时，你着流目屎，着真爱见你，通互我充满欢喜。我话记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尤尼基先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因为安尼，我提起你，我甲你按手的时，上帝互你恩赐，就互伊亲像火高倒起来。因为上帝互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灵，是快乐。仁爱，甲自制的心灵，所以为着咱的主做见证，毋通感觉见笑，嘛毋通因为我为着主做无受烦来感觉见笑，就照上帝所赐的快乐，为着福音，甲我做伙受苦。上帝救咱，经调咱做伊家己的子民，毋是根据。咱的行为是照伊家己的旨意加稳定，这个稳定伫万世以前通过基督耶稣赐予咱。这个稳定现在通过咱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已经实现。基督已经毁灭死亡，
佮通过福音将未败坏的画面显明出来。愿上帝的话加做咱性命的帮助。下落，咱请社青、下青少年团契。
讲道的题目是看见青年，看见爱。咱请本堂的罗牧师。现在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教会的青年曙光纪念主日，所以今仔日咱特别有安排，咱的青年伫教会服侍，特别是咱的今仔日的书会，宣庭，第一摆伫台语礼拜书会，我一开始邀请伊是因为伊是社青的会长，旧年是咱的信友弟兄，嘛是社青的会长。不过尾邀请的时阵，甲发现着讲，原来伊毋捌讲过台语啦吼。我讲，宣庭你毋是台语真好吗？宣庭就讲，牧师你是用倒一个角度看我台语足够安尼。我想伊伫今日的台语真正是互咱真感动啦吼，因为伫这短短2个月时间，伊学习这个书会过程。伊嘛真愿意学习，所以我相信，宣庭的台语足好，这是上帝予伊的一个预言啦吼，未来一定伫台语的方面会当哪来哪进步，哪来哪加添。咱搁一届甲伊鼓励一下。今仔日青年曙光纪念主日，咱做一届，搁一届来三甲祈祷。听台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主日礼拜，咱会当做伙来看重教会的青年，互青年有服侍的机会，知影这些青年拢是上帝所拣选的囝儿，因会当成做上帝所采用，是上帝大大的祝福甲恩典。将今仔日青年曙光纪念主日，拢交托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每年的5月份第一主日，拢是总会所安排的青年曙光纪念主日。伫这个过程，咱会当搁一届来思想，青年伫咱教会的角色，甲咱要安怎来陪伴青年，真要紧的一个过程。所以伫这个过程的开始，咱先来看一部影片。这个影片是社青、学生团体甲少年团体因所做伙做的一个影片，短短的1分钟外，咱会当做伙来了解咱青年聚会的过程，邀请咱中间若有青年，咱会当做伙来参与这个团体甲事工。伫这个准备的过程，我先介绍吼，咱少年团体是每礼拜六下晡的3点，学生团体每礼拜六暗时的7点半，甲社青是拜5的8点，拢伫咱教会，所以欢迎大家青年会当来参加。万国啊，来称颂他生命。万民啊，来传扬他救恩，属神的百姓向神唱学生团体，大学生以上拢会当来参加。嘛，会长是义成。你们当以圣洁为装饰。少年团体，每礼拜六下晡伫2楼，咱国中、高中拢会当来参加。希望咱勇敢有
青年哦，咱会当照着咱的年龄来参加适当的团契哦，嘛为着教会青年事工继续来带导。这几年来疫情了后，咱看到讲这些教会受到少子化影响，加上这个社会高龄化，教会平均的年龄拢不断的提升，特别是传统的教会，或者是伫较庄卡的教会，咱看到青少年要来伫教会聚会礼拜是愈来愈艰难的一个任务。过去伫我新学院所毕业分派的教会。平均聚会年龄是60岁到70岁。我甲我的牧师娘徛伫讲台前，看到下骹的会友，哇，大家拢是我的阿公阿嬷，目屎都用要练出来，讲哇，这个青年，这个较青壮的这个年龄的会友，到底拢去倒？所以伫这疫情开始了后，受到这个影响愈来愈严重。教会毋但是无儿童，嘛无青少年。根据2024年的一个教会的这个统计，台湾青少年伫这2年2022年到24年失了大概5000几个青少年，有将近10%的青年无搁伫教会参加聚会或者是团契。可能咱会讲这是因为少子化所影响。来诚做咱的一个理由所以有的教会就开始将事工的重点放伫咱的少年或者是妇女因为咱知影这个少年的年龄的会友愈来愈侪咱这个高龄化即马活到80岁、90岁满世界拢是总是咱嘛袂当因为这款的原因，咱就无搁看重咱的青年。咱爱问的是为什么？这个青年会失落，要安怎做？咱才会当互这个青年愿意搁一届为因的厝内、为因的房间行入来教会，或者是讲今仔日咱有青年入来教会了后，咱是毋是有法度甲因留住咧？互因伫即个教会会当感受到上帝疼甲稳定。我想一间健康的教会要。久长来成长青少年的这聚会，是咱爱所看重，也是咱所爱重视的。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2023年，要将今年来定做青年宣教年，特别伫这几年的中间，开始主办分区的座谈会，讨论的议题就是教会要安怎做青年的事工。伫这个过程，有分中部、北部、南部、东部举办无同款的分区的座谈会。最后，伫这个座谈会的结束，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识，就是讲教会要真正留会住青年，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就是咱爱陪伴这个青年，引带因。互因会当来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所以伫每年5月份第1主日，咱定做青年事工的纪念主日，目的就是互更较侪青年会当伫主日礼拜做伙来服侍。所以咱今日的书会读圣经等等的这服侍，咱拢会当看到青年其实因真愿意学习，因嘛真愿意服侍。总是咱是毋是有这个机会会当互因来学习？借着这个学习的机会，互这个基督的信仰会当继续来传承。嘛，借着这个青年因伫服侍过程，咱会当看到哇，原来咱的教会阁有遮尔济愿意为主服侍的青年，咱会当甲因关心、鼓励甲支持。肯定因伫服侍过程中所做的努力甲准备，所以伫遮嘛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咱认为教会上开钱的事工会伫什么款的年龄？是儿童、青年，或者是少年、妇女？我想有可能咱会认为应该是儿童嘛吼。囡仔因要
办活动，啥物拢爱开真侪费用吼。总是咱敢有思考，其实真正会开搁较侪经费的时间，其实毋是干那伫儿童，是伫咱的青少年。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咱的儿童的遮的经费，拢是为因的父母所来所供应，所以因奉献或者是参加什么活动，因的父母若愿意支持，拢会甲因帮赞。总是教会真正需要开经费的时间，应该是伫咱的青年的时间，因为遮的青年，因可能佫是学生，佫是无家己有法度独立来养饲的即个阶段，所以当咱要建立遮青少年的时间，特别咱的青年无法度佫亲像主日学老师咧讲，学生咧听即款的方式来甲因教导，来甲因起做。青少年需要的学习是借着生活，借着体验，借着参加活动，因来认捌上帝。所以，其实要陪伴栽培青少年，咱需要真侪时间，咱需要开真侪的资源，特别伫遮陪伴因青少年参加活动时间的过程，咱有当时会举办即个暑假的即个营会，或者是邀请青少年因做伙来参加毕业的即个环岛的旅行。遮个旅行、遮个交通、遮营会的经费，其实拢无讲真容易来达成，所以咱有当时就爱为因来奉献，为因来支持。其实要陪伴青少年，上基本的即个部分，就是咱是毋是有法度有时间来陪伴因？伫陪伴的过程，咱甲因做伙来食饭，甲因做伙来分享因生命生活的过程。所以伫咱的教会伫旧年开始有一个5尾饼2尾鱼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一个爱餐的时间。毋知咱大家对这个时间的意义敢了解？咱敢清楚知影讲，这个时间成立的目的是为着什么？其实，这个时间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陪伴咱的青少年，互因伫拜六参加团契、活塞的过程，因毋免阁为着因要食啥物来烦恼，因嘛毋免因为着要来参加教会活塞，因阁需要去找因要爱食啥物即款的问题，所以就有一群愿意为着因来料理的遮的妇女或者是兄弟姊妹，因伫每礼拜六，因拢为着拜六暗时6点伫教会主餐，因爱准备款遮的料理来互遮的青年，因伫参加团契了后，或者是敬拜的练习了后，因会当暗时做伙伫教会来食饭。借着这个机会，互咱会当伫因食饭的过程来关心因的需要，所以这是陪伴青少年的过程真要紧的一个时间就是咱会当陪因好好食一顿。有当时遮的学生，因拢是外地来遮读册，或者是来遮做工课，因无一定有法度有父母还是朋友陪因好好食一个暗顿，或者是一个餐点。总是伫教会，因会当有遮个机会，大家做伙食暗，做伙伫遮分享，这是真要紧的代志。咱看保罗，伊伫伊的性命的宣告的过程，伊安怎陪伴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的关心，真要紧的，就是互伊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疼。咱的少年人，伊愿意进入教会，甚至愿意服侍陪伴的过程是真要紧。咱的主耶稣，伊引带12个门徒，耶稣安怎甲因教导？毋是逐礼拜叫因来圣殿来讲道理，互因听。主耶稣是真正真实的陪伴因伫生命生活的过程，无论是早时暗时。主耶稣甲门徒做伙相困斗阵。咱讲咱对人爱相困，相困的第一步，咱就是爱先
相困斗阵哦。去年伫青年的退休会咱做伙伫即个嘉义去甲一中因的教会大家相困斗阵吼。因为咱会当伫即个生活过程互相陪伴，就亲像主耶稣陪伴门徒共款。保罗共款引带提摩太，因嘛是甲提摩太带伫身躯边，带伊做伙宣教，做伙传福音，做伙建立教会。互提摩太伊有一个模范会当学习，会当看保罗安怎做，提摩太就缀咧做。提摩太，我想咱大家应该拢真熟悉伊是圣经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伊少年的时阵出世伫即个罗斯德就是即马土耳其的一个城市。即个小小的城市是罗马政府所统治的一个城市。提摩太伊的爸母信仰无共款，伊的老爸是希腊人，总是伊的老母是甲伊的外妈是犹太人。提摩太自细汉就受到伊的老母信仰的栽培，教导伊来读希伯来的经文，所以真有可能保罗伫第一届的宣教旅程熟悉提摩太了后，就将基督福音传予这个家庭。提摩太伊真欢喜的来领受这个福音的信息，因为伊的老母、伊的外妈嘛鼓励伊会当来接受这款的信仰。所以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保罗就安尼讲：我会记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期大先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保罗真鼓励提摩太的信仰的成长，保罗甲提摩太的关系嘛真亲密。保罗安怎讲提摩太伫伊生命中的过程？保罗称呼伊做伊属灵的囝，所以伫提摩太的批信中间，咱就看到保罗写批予提摩太讲：我所疼的囝提摩太，你是我信仰上真的囝。伫今仔日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保罗嘛共款，伫起头就写批称呼伊：你是我所疼的囝提摩太。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将伊看作是家己亲生的囝来栽培伊、陪伴伊。我要借问咱大家，咱甲青年的关系到底是好还是歹？是有熟悉，或者是真生疏？咱将咱的青年安怎来看待？有当时，一个教会会将青年当作是教会的一个器具。若要搬椅倒的时阵，咱就想到找迄少年的啦，因较有气力，叫因来搬就好。总是当因来无用了后，咱就无去插伊。有当时，咱画遮的青年，那亲像咧画咱细汉的。来，你来帮忙。来，你来服侍。总是。咱嘛无甲伊提醒服侍意义，无陪伴因，互因亲像咱的即个老宅，咱亲像伊的顶司共款。有诶较好诶，可能当青年无用了后，咱会请伊啉凉诶，甲伊鼓励几句。总是咱是毋是对青年，那亲像是一个利益交换诶服侍？青年你来服侍，互你工资；青年你来服侍。互你好处，总是咱无互伊了解服侍意义到底是为着什么。或者青年会抓准，若有这利益，若有这金钱，因较愿意来服侍；若无，因就无愿意。所以，咱要互这青年真正会当愿意来服侍，咱毋是用这传统的思想来带领因。咱是毋是会当合适保罗伊陪伴伊属灵的囝提摩太共款？保罗将提摩太看作是家己属灵性的囝儿，长期来关心陪伴伊，无论伫伊一开始未信主的过程，教导伊基督的真理，搁伫伊的服侍的过程，保罗嘛带领伊来帮助伊服侍。
提摩太嘛看到保罗在服侍过程是会拄到艰苦、拄到挑战，毋是拢一前拢顺利的过程。保罗勉励提摩太讲，毋免惊见笑，毋免因为保罗受到福音的迫害，就来得闪。保罗真诚恳关心提摩太性命的过程。保罗嘛将伊的信仰传承给提摩太，互提摩太亲身感受到保罗对伊的关心甲疼，嘛会当感受到保罗为着信仰基督的缘故，愿意付出伊的性命，无条件的牺牲。所以保罗就成做提摩太一生真要紧的典范。保罗甲提摩太讲：你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的款式。希伯来书13章第7节嘛安尼讲：着少年因带恁传上帝信息予恁的人，注意看因的生活甲结局来学习因的信。我相信保罗伊真有信心，真肯定。会当安尼甲提摩太讲，就学习我，亲像我学习基督。这是保罗对伊本身真大的信心，嘛对提摩太真大的一个肯定，愿意互提摩太讲，你着看我安怎做，你着对我安怎做，因为我是学习耶稣基督。各位兄弟姊妹，咱是毋是嘛会当成做咱的下一代、下一辈？这青年的典范，亲像保罗甲提摩太讲：恁着学习我，亲像我学习基督同款。咱若要毋望咱的青年会当愿意来服侍，咱家己伫服侍过程，咱是毋是常常提示？咱若要提醒咱的青年，着准时来聚会，准时来礼拜。总是咱家己是毋是常常心内想讲啊？今日无排着我服侍。我较慢来无要紧，总是咱爱知影，当咱咧做每一个过程，咱的下一代、咱的青年，因拢看伫眼内，因拢咧看咱遮的大人到底是安怎咧军队基督的信仰。如果咱无注意遮的代志，如果咱认为遮无要无紧，咱的青年因嘛会认为。信仰是无要无紧的一个过程，所以咱得爱学习保罗伊即款的款式，咱愿意有信心来甲咱的下一代讲，恁得学习我，亲像我学习基督，咱来成做因的模范。我想一个人伊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往往是对伊目睭安怎看，伊的耳孔安怎听来学习。我想一个红婴仔出世。伊要安怎成长的过程，伊真要紧，就是看伊的爸母咧做啥物，听伊的爸母讲啥物话。咱即马现代拢有手机啊，对无？哦，咱敢捌教咱的囡仔讲要安怎耍手机啊？哦，咱应该拢袂主动去教因安怎操作啦，吼，因为咱会想讲，哇，我若教伊安怎操作，哦，到时手机成瘾，哦，安尼规工就伫遐买手机啊，总是。我就看到我的查某囝，伊2岁，我嘛无教伊安怎买手机啊，伊就家己举手机安尼，喂，我想讲奇怪，啊伊哪会晓买？哦，后来阮才想着讲阮有当时嘛坐伫椅啊，翘骹捻喙手啊，伫遐买手机啊，哦，伊就伫边仔看咧看咧，哦，有当时我会讲，你哪会雄雄的讲遮个话？伊就讲，我就听着爸爸妈妈恁拢咧讲遮个话啊。听久就家己就学起来。所以一个人伊的成长的过程，其实是为伊看到啥、听到啥来学习。所以咱若要成做遮个咱的囝儿时世的典范，咱有当时咱爱真注意咱的言行举止，特别是咱翁仔某若咧冤家时阵，唔通互囡仔听到，因为因会认为讲咱的爸母就是安尼。未来因成长的过程。因可能会对婚姻对这个感情，因会真排斥，因为伊看到咱毋是真好的一个典范。所以，咱常常讲，咱安怎做比安怎教更较要紧，安怎教比安怎说更较要紧。
使徒保罗用伊灵性的性命，成做提摩太的典范，造就少年的提摩太信仰的性命，会当对初信到成做教会执事，最后提摩太伊嘛成做一间教会牧者。根据这历史的记载，提摩太最后是为着基督的信仰来顺道牺牲伊的性命。所以，咱看提摩太伊的性命会当有遮尔大的改变，咱若毋望咱的青年性命会当改变，咱通鼓励因参与教会的服侍。总是咱毋是将这服侍的工课直接等互因讲啊，这互恁去做就好，哦，这个事工互恁去做，哦，互恁来服侍。咱是爱真做因的帮衬，真做因的典范。咱先甲因带伫身躯边，陪伴因服侍，鼓励因伫服侍过程。咱甲因讲，有当时会拄着挫折，有当时会拄着挑战。总是我愿意陪你来行过这段困难的路程，行过这个困境的过程。特别是咱若要鼓励青少年会当来服侍传福音。咱是毋是会当陪伴因做伙来参加教会的这个短期的宣教？咱是毋是会当鼓励这些青年，咱愿意陪因行出去教会外口，甲因做伙去分传单，甲因做伙去传福音。咱甲因讲，伫恁分传单的过程，恁毋免紧张，因为我比你较紧张。伫这传福音的过程，你毋免惊见笑，因为我嘛是安尼。经过，伫去年，咱开始有一寡即个教会外口的这福音的活动啊，特别是伫即个岛屿啊天光哦，咱有举办这个青年的音乐会，以及这主日学啊，伫即个花园即个花艺美比谷哦，咱拢会当就着即个过程，咱的同工，咱的辅导愿意陪伴因伫遐。甲因做伙来传福音、分享见证，所以咱嘛看到咱一的青年啊，特别是今日咱的社青啊，因伫遮个过程，因勇敢伫众人的面头前分享因生命的故事甲见证。我想伫我过去伫因即个年纪的过程，我嘛毋敢伫外口甲遮个青训人分享见证，总是因愿意行出这第一步。真要紧的是。有这个辅导，这个教会同工愿意陪伴因，做伙伫服侍过程，鼓励因，甲因做伙同工。所以，当这个过程，因就会感受到，因毋是孤单的，因毋是一个人来面对这个青训人，伊是有一个愿意甲因做伙成长，教会大家庭，愿意支持因，鼓励伊。各位兄弟姊妹。保罗真做提摩太生命真要紧成长的一个领导者。保罗会当真做提摩太的典范，是真要紧。保罗有3项事来陪伴提摩太。第一，就是保罗真做提摩太的一个带导者。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4节，这是保罗第2摆受领入家的时阵所写的批信。保罗虽然受关，总是以犹原透过批信，鼓励伫伊信仰上伊的囝提摩太，而且为提摩太一直咧祈祷。保罗甲提摩太安尼讲：我感谢我甲列祖共款用清气的良心敬拜的上帝。我每日祈祷的时阵，拢想念你无煞。我想到伫离别的时阵，你所流出的目屎，我就真意爱阁见到你，通互我充满欢喜。其实保罗伫写这个批信的过程，伊知影伊的生命已经到伫终末，因为伊可能会为着主受关入监，无法度阁出来。伊的生命可能将要结束，总是伊犹原真想念伊属灵的囝提摩太，想念伊伫分别的过程，提摩太所流出毋甘的目屎。我想伫咱的信仰上，咱有当时嘛有一寡咱的信仰的前辈，因虽然已经离开咱，因虽然已经
无伫咱的中间，总是因有缘成做咱生命成长真要紧的典范。咱上可能的流目屎、少年因，总是咱会当因为因对咱过去的关心甲疼，成做咱继续向前迈进的一个气力。保罗伫关押过程，用伊的批信鼓励提摩太，互伊无因为安尼来信用倒退，反倒成做伊真大的一个帮赞。第二，保罗愿意接纳提摩太伊本身的不足。照圣经提摩太前书5章23节安尼记载，提摩太是一个个性软正，伊身体真无好的一个青年。总是保罗并无因为提摩太伊身体的软弱、个性的这个软正，就来排斥提摩太。有当时咱要找一个同工，咱拢会想讲要找一个这个较有身体较好的较有信心的较坚强的来成做教会同工。咱有当时会讲这个同工伤过软正身体佫无好势特别伫咱公园教会若要服侍这拜六礼拜拢爱透早暝用到透暗爱有好的体力这个上软弱的拢袂使。总是保罗伊接纳提摩太，接纳伊本身的不足，鼓励提摩太。伫这个第6节到第8节，保罗安怎鼓励提摩太？伊甲提摩太讲：我提醒你，我甲你还手时，上帝就已经赐你恩赐，就互你伊亲像火焰阁倒起来。因为上帝互咱毋是惊吓的心灵，是快乐、仁爱甲自制的心灵，所以为着咱的主做见证，毋通惊见笑，嘛毋通因为我为着主做受患来感觉见笑，着照上帝所赐的快乐，为着福音甲我做伙来受苦。保罗提醒提摩太，虽然为着福音的缘故，伊可能无法度搁甲提摩太来见面，总是提摩太毋通因为安尼，着为着福音来感觉见笑，甚至失去起初的热心甲热情。保罗鼓励提摩太，你着爱将你的恩赐发挥出来，因为这是照着上帝甲伊还手所赐予伊的恩典。上帝要帮助伊，赐予伊，互伊有火热的心，转去起初上帝赐予伊的疼。所以伫保罗的鼓励过程，提摩太虽然伊的不足，总是伊知影保罗真做伊的模范，真做伊头前的一个会当军队的脚步。所以提摩太最后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伊牺牲家己的性命，超越一般人所想象的。咱看到保罗接纳伊来改变提摩太性命本身的不足。最后保罗嘛，互提摩太感受到伊是受到疼、受到看重的一个青年。保罗家己虽然受苦受掠，总是伊有缘无袂记哩提醒提摩太，互伊真实感受到，伫伊的性命，伊毋是孤单一个人咧承担，伊毋是一个人面对这个挑战，因为有保罗真做伊的模范。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青年事工的主日中间，咱会当思考，咱要安怎互教会青年愿意留伫教会？虽然现在的青年渐渐离开教会，总是咱是毋是会当把握当青年今仔日来伫教会的过程，咱会当互这青年感受到人的疼。感受到人对伊的重视，感受到咱的青年今仔日来伫教会，咱毋是将因当作教会的工具，嘛毋是将因当作是好看的花杆仔，甲因踩伫遐，无关心因。咱是毋是会当真正看重这个青年是咱教会未来？咱愿意为着因先牺牲咱家己，支持因，肯定因。嘛，互因有服侍的机会，
咱愿意来承担伫因服侍过程，可能有不足，可能有搁咧学习的过程，而且的过程，咱拢会当为因来支持甲承担，接纳因无完全的所在。特别伫今仔日青年主日咱嘛看到咱一长辈甲咱的囡仔是说做伙来礼拜，这是一个真水的画面伫一开始我嘛看到咱的洪成长老为咱的选情来夹这个内裤带我家己嘛无啥会晓夹啦这是一个真水的一个画面。我想咱为着咱的青年来祈祷，为着因更较侪的鼓励包容来赢过批评。互青年伫教会感受到听甲幸福，毋是互因伫遮坐甲袂舒适。咱互因伫教会会当感受到，这是一个真温暖有听的一个大家庭。咱会当来设计，来互青年因一个真适当的礼拜的场所，互因伫遮有一个听会捌的语言空间，互因自在伫遮敬拜阿罗上帝。我嘛真感动，这青年虽然因侪拢伫华语礼拜咧服侍，总是因愿意为着今仔日的青年的事工，因来伫台语礼拜学习台语来服侍上帝。我相信因愿意改变因家己，因嘛愿意来服侍，咱嘛会当用一个欢喜接纳的心来陪伴因。或者青年因会当渐渐伫伊生命中的限制，这的舒适圈会当渐渐行出来，成做一个成熟生命的一个教会真要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咱最后咱做伙为着咱的青年来祈祷，嘛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互咱的青年因会当过去若有失落。有这失望的心志，会当今仔日过一届，伊的心来点倒，有火热的一个热心来为主服侍。罗马书8章15节安尼讲，因为恁对上帝领受的信心，毋是要互恁搁倒转去做奴隶，还搁生活伫惊吓的中间。恁领受是信心，要互恁成做上帝的囝儿，靠这位信心。咱通大声叫阿爸爸啊！咱同心来祈祷。听堂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主，你是阮的阿爸爸，阮拢是你的囝儿。伫过去阮生命的过程，有侪信仰的前辈，真做阮的模范，真做阮的帮衬。虽然这前辈有的已经离开。当去伫主你的天顶的家，总是因留落来信仰的脚迹，真做阮真好的学习。这长辈嘛透过因的文字来真做阮下一代会当学习的一个过程。当阮已经长大，当阮已经成熟。恳求主帮助教会的青年，互阮嘛愿意学习过去这信仰的前辈，阮军队因信仰的脚迹，阮勇敢为主来服侍，勇敢为主来做见证，欢喜来参加教会聚会团契，因为阮知影，阮毋是孤单来面对未来的挑战，阮有一群搁有缘伫在场。愿意陪伴阮、支持阮，而且的信仰的兄弟姊妹，阮的长辈，因支持阮、肯定阮，互阮有机会为主服侍。但阮愿意甲主讲：天父上帝，你是阮的阿爸爸，阮是你的囝儿，阮愿意为主所差派，阮愿意为主做见证，直到主过来日子，你称呼阮。是好个尽忠的萝卜，愿安尼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回应诗
只是来用回应时信息540首，主题叫咱人，请起立。请大家永远徛地，来用使徒圣经来做阮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为在主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庭内受苦，领死的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打坐全能的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来审判全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共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的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大名。阿门。请坐。新日顶，咱请牧师。信息365首，耶稣身体跳啊底，请起立。请坐，咱请牧师。因为遐在今日咱教会要举行建信礼吼，咱请今日要受建信礼的这个恩师来到这个台前吼。
大家拢熟悉啦吼，张恩熙是青海执事的大汉公主吼。伊伫细汉的时阵吼，听讲是12年前啦吼，捌伫咱遮受小姨的洗礼，迄当时伊甲8岁，经过12年了后，伊即马20岁，伫遮愿意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来接受更新礼吼。照着教会法规细汉伊伫教会因为爸母的信仰引带伊囡仔来伫教会受小姨洗礼伫伊长大时阵伊认捌即个信仰，伊愿意搁一摆来坚定即个信仰要成做伊本身的信仰。所以今仔日咱举行即个更新礼为着搁一摆张恩熙伫上帝甲正人面头前。做这款的信仰的个别，咱得的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者。咱即马来伫上帝面头前，这个细汉囡仔张恩熙已经长大，伊要借着更新礼，搁一摆来个别伊的信仰，通有份伫主的圣餐。接下来我用华语主所爱的张恩熙你在小时候已经受了幼儿的洗礼连结于基督也因着基督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属于他。按照教会的规矩我们在幼儿时受洗，在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再次的在神的面前信仰告白，也代表是自己对主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所以接下来会有3个问题要让你跟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告白你的信仰。那当我问的时候你就大声的来回答。张恩熙，你有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神是你的保惠师吗？有。你是否诚实的悔改，认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因着主耶稣能够得着罪的赦免？是。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心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是否决心如此行？是。感谢主。这时候我们请会众一起站立。张恩熙，你在小时候已经受了幼儿的洗礼，此时你自己要告白你的信仰。我依靠教会的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及公园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成为本会的陪参会员，有份与主的宴席，承接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上帝，你创造天地甲世界，你嘛起造公园教会伫这个土地，但愿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头前。今仔日你所敬调的细汉囝张恩熙，自伊出世的时阵，上帝你就已经拣选伊、引带伊，互伊伫细汉8岁就通因为父母的信仰来接纳这款的信仰。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但恩熙已经长大成人，伊愿意搁一摆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来告别伊的信仰，因为基督的信仰是要救伊本身，嘛要互伊未来的人生的过程有一个通倚靠的一个典范甲模样。愿主来看顾扶持恩熙，互伊伫未来的人生的过程。毋那是伊家己，伊知影教会兄弟姊妹拢是伊的陪伴者，是伊的安慰者，是伊的扶持者。互伊伫人生信仰成长的过程，伊知影伊毋是孤单一个人来成长，因为有侪侪信仰的前辈甲兄弟姊妹愿意帮助伊、陪伴伊行人生的路站。愿主赐福祝福恩师，互伊伫未来人生的道路。稳上加稳，力上加力，上帝恩典赐福满满，祝福伊伫伊当已经成人，会当继续
来跟对基督的脚步，对即时到主过来日子，愿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会众请坐。好了，我们请恩熙面向大家，那我们请牧师长老来行接纳礼。恭喜！上帝祝福你。教会有预备礼物证书、圣经送给恩熙，祝福他我们请恩熙的家人他的今天爸爸妈妈还有妹妹都有来到场一起合照一下。好还有赠礼的，这个算是亲友团嘛。太多了好，我们掌声鼓励他。我们接下来进行圣餐。对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彼得所敬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听，照着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所受的，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作谢。来八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游玩捧杯，安尼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汝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受卖迄暝，摕饼作谢，所以咱今仔日嘛照伊的名，照伊的款式来大声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照着主你的命令，今仔日阮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主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查看圣心、圣别阮。嘛，圣别者会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嘛成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逐摆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逐摆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咱请服侍长老。已经有领受洗礼跟洗礼，咱拢会当来领受一个饼。如果还未洗礼，咱会当来祈祷，由主搁一届来带领引出咱的性命。有一日，咱嘛会当宣告耶稣基督是咱的主。伫领受圣餐的过程，咱会当安静祈祷，思想基督耶稣甲咱的关系。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主啊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加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加安尼来纪念伊。
如果咱已经受洗礼，咱会当领受这个杯、这个饼，表明咱因为信靠伊有份伫伊的救恩。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有份伫主耶稣基督伊的救恩。咱心内相信，嘛是伫嘴里的声音。主耶稣基督讲：若伫这人面前认我爱，我将来伫天灵也必认伊。透过这个八角饼，咱会当明白主耶稣基督受咱的意义，为着你，为着我。一般咱这人拢有份伫这个救恩，咱会当有份伫这个八角饼。这个杯是新约，伫咱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安尼，若无靠家己，还是靠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为着咱开一条新个活的路。借着这个杯所上听主耶稣基督的血。咱来做无个受纪念，会当坦然来到伊面前。透过这个杯，有份伫伊所设立的信约，对着神，咱会当甲上帝和好。这个杯是新约，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主耶稣基督，阮已经有份伫这个杯甲饼，表明阮已经领受你的救恩，透过信。主，阮来恳求你赐福，每一个人啉者有份伫这个杯的人。也祝福伫阮中间也未受洗礼、归伫你的名的人，主，阮会当领受你的福分。阮伫正来面前勇敢的承认，你就是阮的主。阮嘴承认，心相信，主安尼，阮有份伫你的救恩。愿你的恩典临满伫阮正来心上。透过这个八角饼，受起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疼。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疼。愿会当献阮本身，成做上帝你的器具，来荣耀你的名。祝福伫这八角饼以及领受这八角饼的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奉献只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赐献的同工。
请起立。天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赐阮一个物件，一个恩典，咱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而来。感谢你伫阮身躯边所呈现的题材，带阮陪伴阮成长。感谢你，互阮有能力会当带咱来成长。感谢你，阮嘛献上淡薄仔的金钱伫你面前，求你感纳。做你健康所使用，安尼祈祷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报告，咱请纯美长老。大家平安。来，我有声吗？真欢喜今仔日恩师恩师坚信礼对，12年前他还是个小孩子12年后20岁，你看他身体长得这么，没有开幕就12年以后他就长得这么高大，身体长得这么高大，我们也就是也为他祷告，让他的心灵也能够因为这次的受洗以后，然后他的灵命也能够成长，像他的身体这么的强壮。好，因为荧幕荧幕又出现了哈，那如果荧幕没有出现，就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纸本周报。好，来，下个礼拜后礼拜是母亲节的联合感恩礼拜，是10点开始。第3点是中职会伫小等的12点半，咱要伫7楼召开。所以请中职爱出席。过来第4点真重要，就是因为咱小会决议咱的黄牧师伫今年爱退休，所以咱要监选赖牧师做咱本会第9任的牧师。伫6月28，咱爱召开好会，请会员请毋是会员嘛是拢出席做伙来关心，请会员特别。爱出席因为咱需要有会员2/3的人出席，监选的票爱有出席的人搁2/3通过，赖牧师才会使做咱的第9任的牧师。所以请6月28，请大家一定爱出席，也请咱甲咱的兄弟姊妹小斗通知一下，伫6月28一定爱出席来做监选这个动作。以上。第5项是幸福健康站长者健康促进活动，然后时间是在本周5的5月8号上午9点半，请大家可以出席。然后再是月朔祷告会，在本周3的5月6号晚上8点，然后7点，然后请长子跟兄姐参加。然后第7项第9期的幸福小组活动已经进行，请为本事工代祷。然后主要有2个小组，一个是爱无限幸福小组，然后是第2次聚会，在本周6、5月9号的上午10点，然后再是运动很幸福小组，也是第2次聚会，在下主日的5月10号下午2点。那第8项是新竹中区教会所举办的“我是媒体小达人”，那请家里有小孩的人可以带来一起参加这个活动。那时间点是在7月9号到11号。然后报名费是2500。第9项是台神神学系
包班的课程，返璞归真的基督徒助人者，是在下周六5月16号的课程是认识被呼召的助人者，然后请要参加的兄姐也可以一起来参加。第10项是许心怡姐妹筹办的激励训练团班，然后这个团班是会由专业的教练来带领，时间是4月30号起，然后一期是10堂课，总共3000块。第11项是历史公园赞美操，那是在每周二的下午2点到3点，然后欢迎大家兄姐来参加。第12项是我们社教70周年纪念册，5月中旬会完成第2阶段的稿件的收集，请各事工的团队尚未缴交初稿的人，请尽速交给赖牧师。第13项是需要2025年个人奉献证明申报所得税者，请向玉山干事索取。那肢体消息的部分，黄敏忠弟兄就是思涵的爸爸，4月27安息主怀。那我们接下来各场次的丧事礼拜会办在5月9号上午9点会入殓，9点半告别礼拜，上午是11点火化礼拜，下午2点是骨灰安放礼拜。第2个是本会参加5月16号、17号国中会考的学生，这部分我们请牧师来帮我们补充。那5月16、17哈，就在2个礼拜就是国中会考哈。那我们往年都是有安排为国中会考生祷告的时间。哦，那现在我们在场有国中会考生吗？大部分可能都2楼哈。那没关系，我们就是为着他们来提名祷告了哈。有江新月、沈胜之、林奇佳、吴子琪、张乃馨、郭敏杰、杨恩硕、苏菲。如果没有在当中的我们认识的亲人，那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一起来祈祷。主，我们将我们的国中会考生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自带领祝福我们所有的会考生，在接下来2周的预备期，愿主赐给他们有平安的心，也有信心。神，你祝福他们，与他们同在，也让他们在考场的过程都能够顺利的发挥他们平常所学习的，也让他们不是紧张。祝福他们在这段时间的身体都平安健康，在未来的考试的过程以及考试的结果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赐福带领这些学生，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会考的过程，也能够深知到上帝是他们最大的依靠以及信仰的一个根据。愿他们在未来无论所差派的学校在哪里，神你都祝福他们一无所惧，也能够用着信心平安的心，能够前往人生下一个学习的阶段来迈进。愿主赐福这些青年，赐福这些孩子，让他们身心灵都有主的同在。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交接消息，请大家自行参阅。接下来是最后 check in， 咱来用最后 check in 的时光，信息402首，昆球组李英传瓦卡波，请来因转手，因死了且无事就到，请起立。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嘛，互阮会当学习保罗引带提摩太即款的信仰的脚迹，阮会当真做教会青年、囝儿，因会保罗引带因伫未来人生的道路有真做因的典范，真做因学习的对象，陪伴因，互因会当有一天成熟长大，会当真做别人的保罗，继续陪伴下一代的提摩太。主愿主你的话成就伫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未到闭会。